来念歌咯。昔时现文花女阵阵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按摩伊就丢，哎呦崩空啦！礼拜日温强你来睡觉啊，你过年啊？哪有？好油鸡，好油鸡，我不来吃。麻花糖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花包、素心汤、鸡肉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杯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站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肉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真好食。台语文学开心花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。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：有一好无两好。有新妇就无牛母。早前的年代，男女嫁娶需要一笔真大的开销，娶新妇就要传聘金，嫁查某囝爱准备嫁妆。未少家庭为着后生查某囝的终身大事，定定到一粒头两粒大。今仔日，咱要安排这出戏，是1960年代发生伫台南庄脚的故事。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陈雷老师的作品《某仔娶新妇》。新春开正过无偌久，课文社娶新妇，会使讲是西庄第一大事。因为课文社产房上介济，西庄排第一的。便那伊请有到的，就是有头阁有面的，听号对年头赢到年尾。亲像火节嘛，后来去当庄讲亲情，嘛是定着会讲即句。哎哟，人某啊！阮西庄课文社娶新妇，伊嘛有去呢。名声透去到当庄，同款人人尊重伊。当即个某啊，原来因老母善食兼调直，文社娶新妇，七啊八啊毋请，他会请着伊。这你毋知，就是火节嘛，南婆一支好心喙。食屎袂清气。阿良师，人客菜硬要完啦，荷塘出菜哦。我来出鱼啊！出鱼啊咯！某啊，碗猪等下才洗，先来倒香菜。哦，来呀来呀！洗哦，烧哦。芳好，芳好，这尾后面是贵33哦，好看是唔通车倒去。文社好人，这个查某人伊是对倒找来，不但阁袂够会使，无输阮内底迄个水卡西呢。你讲梦啊？就住隔壁村的啊，火姐嘛斗烦恼的啊。哦，火姐嘛，每人报就是遐尼敖牵线。阿良师。今仔日来食到的人客，拢是有头有面的，
后议员啊，后代表，乡长也来啊呢。你功夫就好啊，等一下，唔通互阮文社闹开呢。文社夫人，做你安啦。我独自做30外冬啊，啥物条面毋捌看过。你放心入去招呼人客，只交代互我就好。无论议员也是议员，若食到我良菜料理，保证大家欢喜佮满意。好啦好啦，菜厝较适派的，莫互人客等。我知啦。考文社带新妇，人客40-50桌，某啊有影有气。灶骹收盘洗碗池，去做事毋是去食道。花姊嘛甲文社因某讲：夫人，这个某啊会做事，袂讲话，送囡仔去食，叫伊来斗骹手，凊彩一碗互伊，就欢喜家己拜，毋免半仙钱。某啊，窗仔底的撇仔紧扫落去洗，等下念面要出菜啊！好，我随来洗。所以事实，文社带新妇西庄第一大事，某啊有气，去洗撇仔毋是去食道。这个某啊，实会做，规暗无啉无食，迄灶骹大撇细撇菜直直出，大尾鱼、大只鸭、大碗汤、大碗肉，一个一个出袂煞。到尾来，人客食袂落，用看的，规大撇仔硬无几地，捧倒转来倒盆桶。某啊倒甲手软，讲：天讲话，好野人嫁娶就是这般。阮原后娶新妇，嘛着像这款大鱼大鸭、大菜大肉。某啊，花姊嘛，因嘛毋落来哩啊。文社夫人讲，即碗菜尾要互你做暗顿啦。哎哟，真多谢，多谢文社夫人，多谢花姊嘛。免谢你啦，文社夫人吩咐讲，因第二个后生母啊，若要出来时，才过来斗骹手啦。好喏，无问题，我一定来。某啊哪食，哪想起旧年年尾上面吉啊讲的话。你想家，明年开正去，加阮沿路头，好事上头来。有影。某啊，厝人散干那去食，人是刁直，干那通讲的，干那欢喜，嘴暗咧语笑。无甲阿杰啊说一声多谢，规路笑转来到厝里。因翁福啊问讲：无你是去过坏着，是咧创啥？你敢知影？上面吉啊拄则甲我讲啥？你讲迄个青面吉啦，伊讲啥？伊讲吼，我想家明年开正去，加阮沿路头，好事上头来啦。有影哦，啊是啥物好事上头来？啊知，上面吉啊无讲哦，我嘛袂记这问。啊，怀着就是好事就对啦。某啊因后生元啊，今年18，拄好甲考文社因后生平聚会。自迄天对考文社遐转来，某啊不是咧想因元啊娶某的代志。这一天，花姊嘛专工来某啊因厝找伊开讲。某啊，恁原来毋是甲文社因后生88岁，
人因年头就娶，恁越南嘛好通甲娶，天啊较早抱孙。哎哟，花姊啊，见笑啦！咱太要甲人问啥比？厝里无半项，但是要安怎娶？哎哟，某啊，你嘛毋通遐刁直，厝里一按紧，应用菜伫遐，他讲是无半项。但是半世人毋人喙，一喙挂相字，讲金讲银大心开。阮厝里翁仔熬菜脯要太有金。我甲你讲，某啊，恁乡啊，想家肥肥水水，今年24，盈盈囥伫厝里，毋是一个按金是啥？阮乡啊23过24，囥伫厝内，就是无钱嫁袂出去。夭寿啊！你哪会讲是一按金？某啊，你这叫做骨头脑、旧想法，对人袂对啊！安怎讲是旧头脑？我甲你讲，人即马新时代新头壳，无钱嘛通嫁。哈？无钱嘛通嫁？敢讲嫁妆拢免？阁有骗金咧？啥货？骗金照收哦？花姊嘛，佮担一个头讲。所以我甲你讲，恁厝里一按金，你拢毋知。倒位有即款新头壳的人？阮乡后嘛好紧来甲嫁。做你免烦恼，即项代志我甲你报。咱搭一个饼仔搬两出去。啥？安怎叫做搭一个饼仔搬两出去？你乡啊嫁出去，骗金收来，厝里一按金，这一出去。哟，还阁一出去咧？用这的现金甲恁冤啊娶新妇，又阁一出去。嫁查某囝一出，娶新妇阁一出，但是搭一个饼仔搬两出去。夭寿啊！妇人婆30冬，都是厉害伫遮。某啊去食饭，伊嘛要妇人双项做，红包双头趁就对啦。哎哟，有影就对。阮乡啊嫁免嫁妆，阁会当收聘金，收来聘金。拄好甲阮冤仔娶新妇，真正是搭一个饼仔搬两出去呢。无怪吼，相命过来讲我想家，今年开正气，加阮缘路头，好事双头来，阁真正有准呢。啥款？当然嘛好啊。阮查某囝吼，甲阮后生即2桩婚事，着拜托花姊嘛咯。来祝母，你才等我的好消息哈。多谢多谢，努力努力。人讲机关安伫仓库，其中必有缘故。你甲想，咱即个草地查某囡仔，调直个通讲，咸菜笋熬过头，23囥到24，安怎无嫁妆会当嫁出门，又个聘金照收咧？这内底有一个机关，花姊嘛无讲明白，某啊嘛毋知，因福啊尾也知影嘛无奈。咱台湾这个所在，迄时阵中国兵来真济，叫做乌仔兵。食老退休了，叫做老乌仔。政府予因一摊退休金，佮予因一个好名，叫做英民。虽然有钱佮有名，毋过无某也无狗，所以娶无某就用马，用牵狗仔草地四界散食的乡里。卖散食人的查某囡仔来做某，亲像花姊嘛即款，讲清凉叫做牵狗仔卖乌兵，就是安尼有即种空头，嫁查某囝免嫁妆，聘金照收。
梦啊梦啊，伙计嘛，梦啊，恁互我福气敢毋知哦？这一天，伙计嘛咿咿哦哦来报喜，就是牵狗仔卖乌冰，生理交易讲差不多啊，有人要来娶咯。要来娶哦，太遮赶紧，敢毋免看一个？免啦，人因好参详，讲若是好骹好手，鼻目喙娇整，就是。哎哟，真是好参详啊！囝婿生做啥款？嘛是好骹好手，鼻目喙娇整。啊是啥物事业？较早食政府头路，即马无做啊，有钱用用伫厝里。三顿免烦恼就好。对啦，免烦恼咯。迄时，咱草地拢知影，食政府头路拢比做事的较好。几岁啊？岁头呢，比风啊有较大一岁啦。阮风啊哦，嘛是有岁啊，人因无去嫌咱就好。好啦，好参详啦。厝内偌济兄弟？这你免挂心，家庭上解亲，无爸无母，无兄无弟，家己一个亲娘那鸡仔兵。梦啊，愈听愈欢喜，三心阁合意，心肝早就好好去啊！尾也知影是老乌啊，因翁福啊讲，这就袂输咧卖查某囝咧，安尼袂通啦。梦啊叫伙计嘛来计较，伙计嘛假牵笑。咱草地人旧头脑，讲是咧卖查某囝，人因新头脑的，讲是假。总讲一句，假装毋免，骗金照收，真差一撮啊，伫遮尔。福啊受伤咧嘛是有影，结局善食人无啥物变步。咸菜咱头壳无够新啦，安尼假装毋免，骗金照收，嫁查某囝搁来娶新妇。想嘛起来讲了对，好事双头来，真是斗一个病啊，搬两出戏啦。无猜咱一个查某囝，好骹好手，肥肥水水，煞互人牵去嫁互年岁较大因老爸查甫人做某，实在替伊足毋甘愿。哪有法度啊？两翁仔某心肝头虽然毋甘，武打完吐一个大开，喙也就答应咯。风啊，互人卖去玉井，聘金2万照收，厝内1翁现金。伙计嘛，好心骗着甜，就来讲话。爸，我过来甲恁冤下找一个好新妇。西庄隔壁去东庄，中央一条小路，弯弯细细，古早驶牛车的。伙计嘛，来甲迄个鸡仔讲：鸡仔嫂，咱西庄迄个福啊，一个后生缘投搁栽情，来做恁叔啊上佳的速配。你是讲倒一个福啊？西庄较早咧驶牛车迄个福啊无？迄个福啊！我了准是鸡仔店开金仔店迄个福啊咧。哎哟，你毋通看人无点啦，人伊某某啊，阮西庄考文社娶新妇，伊嘛有去呢。真实的哦！你毋知，人因厝里不是规翁现金盈盈，有头有面，有底有地。考啊文社娶新妇，毋才会请伊去。这个伙计嘛，一支鱼人喙，画山画水，画环画直，
鸡啊听甲散心阁大开，讲啊，若无被字摕来看卖咧。东庄西庄，一抓来一抓去，但也走甲双头拢有意思啊。某啊人刁直，问伙计嘛讲，啊人聘金是要聘偌济？先来去小看才讲。伙计嘛，我甲你讲明诶，咱哦是爱人无爱钱，计算偌济无计较啦。对啦，咱计算无计较，人用聘金也着较凊彩。对啦对啦。某啊才放心去小命吉阿兄问一个好日，通要来相看。伙计嘛偷偷甲某啊吩咐讲：某啊，你迄日穿新新，装水水，乌头仔车直头如到位。咱才去一抓路近近，毋通要省迄几箍银，互恁福啊学倒摆仔载，互人看无目地。我知啦。某啊心内想讲：我才叫何个来载就是。但某啊叫的即个河，规日都是红路第一，槟榔第二。早起伫厝林，就红路先啉一间。一日要到大好天，福啊某啊穿新新，装水水，要来去相看。好啊，驶乌头仔车来载。来到位，一面红关公，一喙火晒晒，槟榔直直步，喊一声：啊，来去哦！好诶，早就甲你七番赴八周田，今仔日来去东庄，路途短短，你毋通啉。无啉，无啉。来，请给钱，请上车。好诶，豆豆啊驶，路看好真，咱无咧赶。迄货啊，站一个骹，配一喙槟榔，油吹落，车砰咧走。乌头啊走牛车路，一弯一弯，一关一家，槟榔插插步，车道处处走，愈驶愈紧去。无看头前熊熊挖一挖，口未赴，对为大丛林景树，就甲挤落去。顺迄个势，翻一个身，规只乌头啊变为路边的狗仔落去。无猜某啊，清新新，装水水，坐伫车内，若布地害出去，摔伫狗仔，无人知。某啊，你人伫倒位咧？某啊，可能拄只冰车的时，人去互害出去啊啦。某啊，阮某啊栽到水沟底啊啦。家在福啊，好诶，好好无事也无伤，赶紧甲某啊请去台南病院，讲是头壳骨逼一抓，鼻仔骨积几排，随着开刀手术，病院待10天，拄好2万块开单单，头壳则好态，捡一条命转来。
一礼拜后，某牙出院转来厝里，叫花姊妈来参详。花姊妈，迄案件2万块已经开到大我这条老命转来，答阮原来的亲情就先免讲啊。花姊妈甲安慰，也是30档的鱼人喙厉害啊。某啊，你免操烦啦，恁兜厝里还阁有一案金。你是咧讲啥？阮风阿伫咧时，你讲厝里一案金，但即马风阿又这去啊，现金开了，太阁有一案金。花姊妈目睭微微，嘴仔歪歪，我来耳孔边细声闹一句：某啊，你迄个细汉的妹啊，今年嘛17，明年18，一案金，你真是拢无看哦。某啊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咧创啥？风啊，你紧来啦！某啊是安怎啦？侥幸啊，某啊年过头一粒金金，手术头毛愈光光，都拢也袂赴通发出来咧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某牙娶新妇》是由陈雷老师原作，家书编剧，剧中的人物某牙彭玉顺演出，花姊妈郑静茹演出，屈文社的某陈丽华演出，尚命吉啊甲何啊林高如演出。福啊，还佫有多水师黄新智演出，鸡啊洪淑芬演出，水骹陈美芬演出，口白赖江苏演出。